誰佔有中斷，冇視為問題。時間變久了，狀態中惡化。每日試着各種方法，卻是難一面。長夜裏輾轉，病變多狹隘。尋原因，插遍文遍，想找出答案。腦內陣疲勞，確已數十萬塊虛脫，雙眼感震幅。從此那刻，走早不信任，到當瘋子看我，憑震動成不足證據，回答直接專心理科，連番解釋，身邊都怪罪，太憂心可見證，如壓力自身心錯覺，但確實是真實破損，難以自救。嘿呀，畏懼永久依靠決自然睡眠，懷念每一秒愉快的過去。甜夢可惜再沒有，呼吸都勉強，顧忌再無神去過，每日害怕衰竭，心跳急瞬間。從此那刻，走早不信任，到當瘋子看我，憑震動成不足證據，回答直接專心理科，連番解釋，身邊都怪罪，太憂心可見證，如壓力自身心錯覺，但確實是真實破損，難以自救。信任到當瘋子看我，情緒狀態怎麼理智？回到病發不安最初，連番解釋，身邊都怪罪，太憂心可見證，難以預計清醒節奏，唯有習慣只好強忍微笑面對。